不要杀生了，不要杀生了，不要杀生了。现在流行素食环保救地球了，也不要杀生，吃动物肉了，吃人1斤呢，还16两；吃人半斤还8两，吃人1斤还16两。因果报应了，吃素血液比较轻啊。怕蛋白质不够用，要个什么豆类啊，杏仁粉，纯杏仁粉，纯杏仁粉1汤匙，加热开水冲泡一下，加到饭菜里面，口感很好，增强食欲，又补充蛋白质。